一下得1秒好停啊！落街啦 ，Sweet Finish！ 鯊魚，我隻鯊魚震緊啊！Hey yo， what's up， 早晨咁多位呢度阿泰啊！最近陀螺大熱，我都俾師傅拉咗入坑一齊玩陀螺。初頭師傅從香港過嚟揾我玩嗰陣咧，我手上淨係得3-4粒，但係直到依家我已經買到大概30幾粒。基本上依家主流 T0 T1嘅咧，我都已經砌晒咁滯噶啦。用咗大概大半個月嘅時間，嗰啲咩鯊魚神將、空力天馬、170、160、450、FBH、LR、雙左龍爆印、560E、960 L、150 戰神暴擊 W、帝王閃擊 PJ、鳳凰 BX49， 所有軸同埋固鎖全部都配到靚一靚噶啦。仲有啲 T2 嘅石頭人、銀狼、蠍子都有買翻嚟。睇到呢度你哋一定會覺得，哇！啲嘢係咪好貴啊？用咗少少銀兩嘅。不過其實大部分件呢都係二手件嚟嘅，好用嘅固鎖。150啊、160啊、960啊、760嗰啲，而呢啲好多時候都係高消耗品，下下全部都買新貨嘅話呢，特別係我入坑嗰個時間段，基本上係天價咁咋。以我最中意呢個時鐘為例啦，佢嘅最佳配置我試咗係455嘅 UN 嘅話，由於455係簡易固鎖，爆一次嘅話呢，唔單止個鎖會有損傷啦，時鐘佢本身都會有損傷。但係時鐘我又好中意玩喎，咁點算啊？咁咪唯有入多幾隻咯。但係時鐘佢本身就係配960，咁咪唯有入多幾個452手件咯。咁我直接買炒價嘅新件啦。特別係好多依家熱門嘅軸 L 軸、K 軸、E 軸、LR、UF， 好似呢啲咁嘅軸，如果你唔小心喺出邊街場公園嚟玩，你個陀螺飛咗出去跌一跌落個石屎地度，咁就基本上又少一個軸噶啦。二手件係大大降低咗玩陀螺嘅成本。咁我買二手件呢，其實就已經好有心得。如果要詳細講嘅話，可能會講好耐。我呢度簡單俾大家幾個少少嘅 tips， 唔好買已經拆咗包嘅主要戰印同埋鎖定紋章。大多數話緊拆全新嘅上蓋呢，除非佢有稱重。如果唔係，你諗下拆咗又全新，點解佢唔玩呢？就係可能因為佢嘅公差極輕，佢買咗翻嚟覺得蝕底咗，所以先至二手放出去嘅啫。發射器都係同樣嘅道理。所以如果你唔想遇到一啲可能有瑕疵嘅發射器或者係戰印嘅話呢，就盡量買呢啲未拆包嘅。咁當然啦，佢隔住個包裝袋都可以稱重，但係除咗稱重之外呢，仲有另外一個好重要嘅點呢，固鎖之間嘅呢個緊緻度都係好影響嘅。咁未拆包嘅零件呢，就大多數就避免咗自己試過，喂，發覺唔緊嘅先至攞出嚟賣。嗱，好似呢啲未拆包嘅固鎖呢，咁起碼可以保證你到時砌落嗰陣佢嘅緊緻度係未知嘅。如果佢係炒家嘅話，咁佢拆都唔會拆。如果佢拆咗唔玩，有咩原因呢？固鎖可能一開頭就會偏鬆嘅咯。咁你如果就攞一個好高嘅價錢買咗翻嚟，咁就會好蝕底啦。固鎖可以買嘅，盡量都係買未拆包嘅。咁睇到呢度，你可能就會問啦，咁多嘅二手零件究竟邊度可以買到呢？特別係依家港澳區下下都要食炒價嘅情況下，二手零件係需求非常之大嘅。所以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分享我嘅好路數 Mercari Japan， 專為熱愛日本產品嘅人打造嘅日本大型二手網購平台。只要上 Mercari Japan， 唔使捱貴價，就可以揾到原價甚至係更加平嘅價錢。只要喺呢個搜尋欄上面打上呢個關鍵字，就會有好多款俾你慢慢揀，而且你仲可以貨比三家。同埋而家唔單止有呢個保存關鍵字嘅功能，你只需要 save 低你想要嘅陀螺配件關鍵字，一旦有貨就會自動提醒你，唔使下下 mark 到實。依家你仲可以體驗到以前需要收費嘅官方驗貨功能，唔單止會喺日本寄出前開箱檢查，符合退款條件嘅包裹亦都可以申請退款。買嘢嗰陣你咪更加安心咯。不過大家都留意翻啊吓，大多數嘅賣家呢，其實都係日本本地嘅賣家嚟嘅。你喺度享受緊尋寶嘅同時，打開雙眼篩選下一啲好嘅賣家。咁推薦大家就盡量揀翻一啲有實名認證，然後盡量揾翻一啲交易數量比較多同埋交易完之後評價比較高嘅賣家。另外喺呢個7月31號前用我嘅邀請碼註冊成為新會員，仲可以攞埋25蚊嘅港幣優惠券。條 link 我就放喺資訊欄噶啦，同我一齊去尋寶啦！而今條片就係當我砌晒呢個所有裝之後，過香港揾下師傅抽陀螺，而且仲會加埋我哋嘅黑暗遊戲玩法。開片。呢個咪師傅？冇陀螺賣。今日係同師傅玩呢個4兵1嘅，師傅諗住係攞邊4隻出嚟應戰啊？求其啦，求其，隨便都贏。4星暴風巨神、深海鯨魚，深海鯨魚，係啊，冇乜人用嘅，沉咗落海底嘅。
我哋仲會加埋呢個黑暗遊戲嘅玩法，就係一個電擊片。我就喺屋企試過㗎啦，俾師傅感受一下佢個威力去到邊度先。我冇聽講過嘅。你冇聽講過咩？ 5 minutes later. 右手咁樣手背係啦，呢個位置。你等陣先，冇開機住喎。啊冇開機冇開機。買咗保險未㗎？我冇買保險㗎呢個。唔會出人命㗎嘛？唔知係3無產品嚟㗎嚇。一下得1秒好停啊！嚟你開一格睇下。喂，嗱，我冇喐嘅，你睇下我隻手做緊乜？喂，有啲難度喎呢個。係咪有啲最大係幾格啊？最大19格，依家用緊第1格。OK，幫我劏我翻去熄火先。有一個新嘅模式就係搶十，咁啊，例如阿泰而家攞緊8分，我隻手咧就要撳8格，咁然後我有6分嘅話咧，佢隻手就要撳6格。我哋睇下隻手震成點先，唔係你唔好咁誇張，而家1格，你試下撳多啲。嗱，真心下，我覺得1格已經極限㗎啦。我本身諗住話邊個輸緊啊，邊個着機着1格算，師傅8分。你呢個19格喎，冇理由唔發揮下。我試下開多格，3格啊，3格，你睇下冇喐，你睇下隻手咩情況先，你放鬆，relax。還好啫，開多幾格啊喂！邊個攞咗2分，對面就加格。冇錯，嚟 battle 正式開波 ，OK。由於今次係黑暗遊戲，所以我要認真出晒我最強嘅4招。本身咧我都係諗住中間玩幾個娛樂派嘅，但係頂唔撚住啊！先試咗發展得。OK， 我 ban 先。依家就係我 ban 先嘅，我哋每3隻1輪，我 ban 神像。大家都知道神像嘅威力。OK， 嚟攞多神像。哇！360 FF 時鐘455 UN 啊！3、2、1 ，Go！ 喂，唔好！我係唔會出街嘅。喂，匿埋喎！我做緊乜嘢？冇撞固所派！冇撞固所派！ First finish 2分啊！可以撳1格啦。我嘅固所。OK。鯊魚，我隻鯊魚震緊啊！我係150 LR， 你係咩啊？我鯊魚。OK。450 FB。好玩好玩。3、2、1 ，Go！ 我已經分到邊隻鯊魚。邊個打邊個啊？好似呢個係我嘅。係。喐得快嗰一定係你嘅，冇尾速啦你，個 FB 啊！你係 FB。邊度嚟嘅尾速啊你 ？FB 3喂！哇！打唔到你幾下喎。OK， 1分都唔使開電住嘅，係啦，佢贏咗。1分。冇事，160J。錯360 LR 3、2、1 ，Go！ 冇事。哎呀，3分佢。冇事。加3。幫佢開多1格先啊！係你拆到未咧？突擊360 FF 神像160H 3、2、1 ，Go！ 落街啦 ！Sweet finish！ 落街啦！咁我咪8分。係啊，我咪4格。8比1啦。黐實啲先。OK， 繼續。鯊魚賣你齋，俾我150 LR。BX 49 360 LR 3、2、1 ，Go！ 哇！GG 10比1。你加得1格啦。喂，老實講，嗱，輸係輸咗噶啦，頂住5格電，俾我加你1格電話下得唔得先？你想抽到幾時先？輸一鋪就停好冇 ？OK， 我睇下喺我輸之前可以加到師傅幾多格。你贏到我就停啦，好嘛？可以。OK， 加到師傅19格，我同你講。3、2、1 ，Go！ 時速俾個面，師傅3分嘅啫，冇事啦，真係冇事啦。冇事打時鐘係有啲難近嘅。快啲停，好痛㗎！哦，輸啦。OK， 終於有得體驗下電療嘅效果啦。OK，嚟繼續。
你唔好話我頂住5分，你搶龍頂，我隻手控制唔到啦，歪咗。係咪哇你重出啦點解啲料喎？鯊魚 OK， 你係咩啊？頂住啊！我頂咗幾耐？你一個咪頂住。神將頂住啊！我成身都係汗啱先掂到。你覺得你贏得輕鬆咯贏得咁盡嘅主要功臣係你嘅邊一隻啊？主要功臣我唔係好記得喎，隻隻都贏啲咁樣咯。唔好意思啊，師傅嗰邊嘅觀眾，我本身諗住拍低師傅電到撲街個樣俾你哋睇嘅，但係我盡力㗎啦，開一格電盡力㗎啦嚇。去翻師傅嗰個用心製作嗰度咧，睇到呢條片嗰陣，師傅就已經出咗嗰個 YouTuber 大戰㗎啦嚇，咁就記得到過去支持一下。咁就係咁先啦，如無意外，我哋下次見，拜拜。